后来继续要来讲即摆假投资的诈骗是有够多。中华警方伫顶个月短短12天，就抓到295个嫌犯，互因骗过手的金额超过5亿。这诈骗集团佫吸收到澳门、马来西亚、越南等等的外国人来做车手，用观光的名义，互因入来台湾，机票免钱，佫互因食，互因住，想要用语言未通来闪骗到警方的查缉。结果第一届去提钱，就互警察抓起来了。警方备称全副武装攻入诈骗机房，集团的成员想白付，阁有人想要用手机联络，不过真紧互警方看破卡手。拍了，手往后。警方现场查考犯人用的手机甲变声器，应用这个工具电话诈骗美加地区甲台湾民众，甚至准备规桶的盐酸，随时要甲手机毁掉。机房的那些歹徒，就是马上把手机往这个烟装桶丢弃。中华警方打诈，敢若是11月份，伫咧12天内就抓到295个嫌犯，其中是假投资诈骗的手法上济，占所有总受理数是34%哦，这个比例相当高了哈。总共财损是5亿754万元了。诈骗集团吸收车手，即个个脑筋动起外籍人士，用观光的名义，互因来台湾，想要闪避警方来查。经常会以语言障碍或者是假扮物流，那作为掩护来前往取款。奉查到的澳门车手来台湾了后，除了有1万的澳门票通开，机票甲大股免钱，取款抽成1趴，结果头一个犯案就红了。佮有马来西亚的车手讲好抽成2趴，结果取款30万的时当场红了。假投资诈骗猖狂，诈骗集团即马佮利用外籍人士做车手，警方提醒民众千万唔通相信强调低风险、高报酬的广告，若无若是存款互骗了了，佮有可能会歹债务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